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堂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莲的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哎呀，池公子、周公子，好久不见呀！咱们花满楼的酒啊，堪称是一绝。来，诸位可知，这可是我亲自从华清池给摸出来的。你们闻一闻，这是不是还有杨贵妃的体香味儿？喝。莫愁大师，你且收了神通吧。那昨天赵琵琶已经用琵琶震下来5只鸽子了，那客人实在不爱吃鸽子呀。何总，你看着我，用你那细小又有神的眼睛看着我，我是不是神经衰弱了？我是不是得失心疯了？你别五迷三道的了，你不一直都有失心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搁这嘎捣乱啊！你有事你找花姐去。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好了，花姐不好了，大师不好了，我的失心疯了。我不会得失心疯，那一定是我眼睛要瞎了，我看不见了。花姐，谢神医在哪？他在那儿，你帮我找找他。淡定淡定，莫愁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又发生什么事了？花姐，你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还来？来呀、怎么不来了？花姐，我今天总是遇见夏莲，我总是撞见她。我就知道你又大惊小怪，没事找事儿了。这夏莲跟我们大家一起在花满楼工作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撞到她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呀，不是，对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但是我今天是低头也见，抬头也见，左边也见，右边也见，上面也见，下面也见，里边也见，外边也见。这夏莲就像10月里的桂花香。哦，此话怎讲？10月28日。无处不在呀、莫愁啊，我看你呢就是太累了。依我看啊，你眼睛没问题，也没得失心疯，就是操劳过度哦。要不今天你就别出宫了，好好休养1天吧。哎呀，不是花姐，我今天在给客人送酒的时候，在楼梯口看见夏莲，
我一回过身来，走到客人面前的时候，夏莲已经到客人那儿了。我回身，我又看见夏莲站在墙角发呆。我再回身，她又到了客人那儿。等我端着酒要回厨房的时候，她又从厨房出来。这样，今天呢，就不要出工了，好好休息一天吧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这书上说了，员工才是花满楼的核心跟基础。你们如果休息不好，我还怎么给你们下套路呀？啊什么啊？快去快去！唉，夏莲啊。这什么破地方，万籁俱静，阴风阵阵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要是有个人跟我结伴同行就好了。灵儿啊，咱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慢点慢点，小心。你个鳖孙，还追嘞！我都到家了。爹，你太多疑了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怎么会有人跟踪嘛？我倒是快被你吓死了。灵儿啊，咱可是摸金校尉啊，咱行事不能跟那些土鳖一样，咱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哦，原来是两个盗墓贼，我倒要看看能捣鼓出什么宝贝来。你长本事了啊！爹还在训话了，你都开挖了。爹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待会儿回去我煮碗面给你吃。不用了，你这都啥乱七八糟的工具呀？还是爹的工具用着顺手。用我的。用爹嘞。好啊，你要是不用我的，我就回去告诉娘。我告诉她，你让我女扮男装跟你去盗墓。那中吧。爸！我靠，这一定是谁落下的藏宝图，这一定有宝藏。你看，它结构设计的这么好。妮儿啊，哪去了？妮儿啊，你这跑哪去了？姐都掉洞里了，你都不管？哦，我刚刚打到玄武岩了，打不过去。哎呀，爹，您该不会是用您的头去砸了吧？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不要因为自己练过铁头功，就老是用自己的头去解决问题啊！爹的头硬，不怕。当初我认识夏莲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假小子。何总，来了，花姐，来了。你是不是偷藏了什么好吃的？快，老实交代。没有啊，不是花姐，我这为人老实，我也不会干那些事儿啊。自己看，怎么回事啊？
哎呦我的妈呀，那谁搁这挖了大洞？花姐，你这绝对不是我挖的，你知道我老何为人是吧？你这么长时间，我老何啥人你不知道吗？真不是你干的？绝对不是我，我冲灶台发誓，这绝对不是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小二，哎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大堂钱柜下的洞是不是你用来私藏花满楼酒的？花姐，我冤枉啊，花姐，我哪敢呢？再说了，这喝酒误事，您交代给我的事我还没做完呢，我没有时间喝呀。也对。那好吧，你先下去，我也累了。此事先不要声张。花姐，您老多保重身体。好大胆的贼子，居然敢在花满楼明目张胆的行窃！老娘不罚我，你当我病猫呢？敢惹到老娘头上，让我逮着你，非弄死你！闭嘴！小姑娘，说叫什么？小姓穆，单名一个连。姓穆的，说，在我们花满楼挖那么多洞，想干什么？哎，小二，不要这么粗鲁嘛！提牌过来，整死他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慢着，小姑娘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谁派你来偷情报的？谁派你来偷豆干的呀？可是还没有豆干呢，说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这么多人，鸡一嘴鸭一嘴的。不是，是你一嘴他一嘴，倒是给我一嘴，让我说呀。快说！好吧，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怕告诉你们，我是来寻宝的。寻宝？你是说花满楼有宝藏？当然啦，我手握一张藏宝图，指明你们这破屋子底下埋藏着前朝宝物。花姐，前朝宝物？嘿，还有这回事？我们江湖中人是最讲道义的，所谓见者有份。这样吧，你们把我放了，等我找到宝藏，大伙儿一起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把你放了？没门儿！小姑娘，你说这花满楼有宝，可是花满楼是当年我亲自监工，挖地3尺，平地建起，从来没见有什么宝藏。你倒是说说，凭什么认为这里有宝啊？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手握藏宝图是不会骗你们的。我相信你，可是我更愿意相信藏宝图。要不你把藏宝图拿出来给姐姐看看？这位阿姨，我这么老吗？虽然在下刚出道不久，但是在下也知道，倘若将这藏宝图给了你，保不齐你不会毁尸灭迹。小二，继续算账。好嘞。花姐，咱们花满楼啊，楼上楼下、厨房后院加起来一共7749个洞，这填一个洞300两，泥土清运费800两，垃圾填埋费100两，加起来就是不就是赔钱吗？你有钱？你不早说嘛？没钱。没钱？花姐，
送官吧！震死他！嘿，琵琶，你太坏了啊！你居然连小姑娘都不放过！你太狠了！花姐啊，赵琵琶，你怎么不懂怜香惜玉的？小二，哎，去拿些素肉和茶来。小姑娘估计是饿晕了。好嘞。这不是当年我丢失的花满楼构造图吗？我说怎么不见？原来是被他当成藏宝图了。小姑娘不要怕，我没钱，你们也不要把我拿去送官，我还小，不懂事儿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小丫头，听我说，你这一天天的挖洞找宝藏，也不是长久之计呀，总得有一门拿得出手的手艺吧？手艺啊，我的手艺只有挖洞。你呀，仓鼠呢？我定不能暴露我摸金校尉的真实身份。我穆家世代以挖洞为生，这世上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我定要继承父辈的遗志，将挖洞事业发扬光大。行了，你先坐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喂，哼，这是哪一出啊？花姐，这小丫头木莲该怎么处理啊？唉，这小丫头也是可怜，真要把她送到官府呢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哎，咱们花满楼现在不是缺一个美女招待客人吗？您看啊，这木莲长得很有特点，这眼睛大得跟天外飞仙似的，咱把她留在花满楼当吉祥物啊！此话有理。想着木莲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安生的，咱们花满楼既然现在有了惜春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这木莲啊，咱们以后就唤她叫做夏莲。夏莲，啊，如此甚好，甚好。小丫头，干嘛去啊？我就随便看看。过来，花姐我给你指条明路。你看你呀，让我们花满楼损失不少，你又没钱赔偿，那，把这个签了。这什么？卖身契。嘿，放心，不是真让你卖身，而是在这花满楼工作，直到你的俸禄够赔偿为止。让我看看。想不到这花满楼的人不识宝贝，让我留在花满楼，正合我意。这宝藏定在花满楼里，只要我排除万难，不怕牺牲，一定能够争取到更大的胜利。哼！我签，给我笔，快点！给签哪？这儿。好了。
花姐。花姐，茶来了。哦，进来吧。哎，花姐，这李莫愁啊，最近一直在打听夏莲的事儿。这李莫愁神神叨叨的，不碍事，随他去吧。哦，哈哈哈。对了，这几日我命你找一些工匠查看花满楼内部构造，看得怎么样了？花姐，这夏莲别的本事咱不知道，这挖洞的本事啊，这挖洞的本事啊，可是相当的了得，四通八达，不但避开了所有的承重墙，还避开了所有的地基的重要部分，对咱们花满楼啊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啊。这夏莲呢，不去做工程，可惜了。记住，此事先不要告诉莫愁，因为莫愁那张嘴啊，说不定说出什么来。晓得明白。那夏莲挖洞这事儿，反正花满楼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随他挖去吧。啊，这挖宝藏啊，是夏莲的理想，理想还是要有的嘛。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啊，不过他也实现不了。但是不让他挖呢，他定不会留在花满楼。啊，到时候小丫头该怎么养活自己哦？哎，花姐，您真是善良啊！滚！啊，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终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爱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聚不散。